嗱，各位朋友、同學、工程師不論你係喺香港嘅，或者係國內嘅，或者係喺亞太區嘅嚇，咁如果你想申請成為一個咧係 CEng 係呢個英國嘅特許工程師，或者係全世界通用嘅特許工程師，或者係香港嘅所謂咧係註冊嘅專業工程師咧，咁或者係啲其他嘅專業工程師咧，咁你都可以揾我哋噶。咁我哋今次講咧就講一個 seminar。嗱，我哋呢個 seminar 咧就係喺嚟緊嘅2月份咧就會講過咧係 seminar 點樣去投考呢一個全世界通用嘅特許工程師，或者係香港嘅註冊工程師，得唔得啊？咁我係 Dr. 關嚇。咁我哋學校咧有好多 video 你睇到噶啦，應該係嘛？咁我哋講過一啲考試嘅技巧啊、策略啊，同埋一啲常見嘅問題啊，以及咧面試之中常見嘅錯誤啊，以及咧最常見嘅問題喺邊度？咁有興趣嘅話，你可以揾翻我哋個WhatsApp 咁我哋就可以幫到你啦。咁同埋咧就係都多謝呢個香港知識工程學院贊助，同埋呢個咧香港設施工程師學會，以及呢個咧係香港數據中心工程師學會贊助。好，咁啊今日講啲咩嘢咧？大家睇睇呢個位啊。咁啊內容咧想教你咧就係點樣去考一個認可嘅工程師嘅資格。嗱，咁呢個係個 seminar，而家特別開個 seminar 專係講呢個，就唔係喺網上面㗎嚇。我而家呢個只係個介紹片嚟嘅啫。咁嚟緊呢月份咧，我哋有啦。咁你麻煩你用10零分鐘聽完呢個咧，包你啊唔會失望啊。好，第時咧就我哋想睇下喺呢個申請成為一個專業工程師啦，我哋就咁叫專業工程師或者註冊工程師啦。咁其實點解你想成為一個專業嘅註冊工程師咧？咁會唔會你覺得有陣時係你唔係好有信心去成為一個合格嘅專業工程師咧？或者你係咪覺得好難搞咧？係咪啊？冇咩門路啊，唔知道正確嘅方法點做法啊，或者係好麻煩啊咁係嘛？或者甚至乎咧，你覺得我工作都唔係好穩定，或者我個人工唔係好合乎我嘅要求係嘛？咁所以點解你申請呢個成為一個咧係認可嘅註冊工程師或者係專業嘅工程師，不論你係香港或者係全世界都通用嘅 CEng 特許工程師。好，咁第二點咧就係你究竟咩問題咧？實際上嗱，咁其實有問題你可以揾我哋學校，我哋學校咧就有個電郵，一陣間我再話多次俾你聽嚇。咁我哋會教你點樣去做呢個動作。嗱，我哋目的係希望幫到你啦。咁當然就係我哋要留意就係話你以往有冇試過申請過先，係咪？同埋咧，你係咪覺得你年紀大啊，或者你覺得有啲學生會覺得冇乜所謂啊，有同冇乜分別啦，係咪？其實係好大分別。但係你係咪會覺得你年紀太大咧？咁嗱，我呢間教你下，但你年紀越大，其實越着數。好，仲有啦，咁你係咪好想揾一個更加好嘅工作咧，同埋一個高嘅人工？我呢間睇下人工有幾多嚇。仲有咧就係你係咪覺得你自己應該成為工程師，應該有一個更加高嘅專業地位咧？咁你可以睇睇呢個啊。第三咧，我想同你傾下咧，就係究竟你覺得 so far 你自己嗰個工程嘅生涯咧進度上點樣樣係嘛？或者會唔會你覺得每日翻工都覺得好痛苦？職位太低啊，或者冇人聽你講嘢啊，或者你講嘢唔受重視啊，咁係咪？或者你好多壓力不論工作上壓力又好，或者係你嘅屋企會影響到你嘅工作嘅壓力啦，或者咧甚至會有啲更加壞嘅情況都唔定分鐘咧係俾人辭退啦。咁呢個大家要留意下啦。第四點我同你講下咧，就點解你要成為一個國際性認可嘅特許工程師，或者係香港嘅註冊工程師咧？咁會唔會你想有一個比較高嘅薪金啊？一個相應啦我哋唔好話好多，但係起碼我只覺得你過咗40歲到，其實你應該係將你過去嗰15至20年嘅工作經驗咧，
全部咧係換成你嘅人工，相得嘅酬金，得唔得？或者你想有個 job 係比較 secure 嘅啊，即係唔係咁容易咧係會俾人辭退嘅，咁你一定要成為一個咧係註冊工程師啊。或者你想有一個較高嘅地位啊，以前咧醫生啊、工程師啊，係咪3C嘛？醫生啊、工程師啊，或者啲其他嘅專業嘅人士咧，係有一個好高嘅社會地位噶。咁你要做到就我哋成日同學生講，就話你要成為專家之中嘅專家。咁工程師係工程師啦，咁你要成為工程師中嘅工程師，得唔得啊？明白呢個啊？OK， 好，俾大家解多啲俾你聽啦。或者你上我哋 seminar 會講多啲俾你聽，點樣成為一個咧工程師之中嘅工程師，或者專家之中嘅專家，或者工程專家。好啦，咁如果你成為一個國際性認可嘅特許工程師，或者係香港嘅專業工程師咧，咁有咩 benefit 咧？咁嗱，各位朋友同學，咁我哋為工程界嘅人士，我都同你講下。咁成為一個特許工程師、註冊工程師，或者同你作為專業工程師咧，其實咧喺香港嚟講咧，喺一啲正式嘅機構裏邊咧，其實你可能咧去到咧係有75,000蚊，至到甚至乎咧15萬一個月嘅。如果你工作經驗好、能力高、又有才幹嘅話咧，即係我所講嘅專家之中嘅專家咧，甚至乎咧，你會發覺有啲大公司咧願意出到咧30萬，聽清楚，30萬一個月，甚至乎有更多過30萬一個月。咁你當然可能係個 total package， 我哋叫 total package， 但係個起薪點咧，成為一個特許工程師或者專業工程師咧，起碼75,000蚊以上。有啲比較大嘅公司啊，或者佢要負責嘢比較多咧，咁可能做到15萬一個月。呢啲可能做到咧就唔係淨係做你 project 做項目，或者做維修啦，可能 project 同維修一齊做，或者你再做啲國際性大公司就係差唔多啦。個 total package 可能30萬或者40萬都唔定，得唔得？咁除此之外，我哋仲可以成為一個 director 啦，一個所謂董事啦，或者係總經理咧，甚至乎咧係做過呢個 vice president， 我都做過 vice president。呢幾個我都差唔多做過啊。好，咁同埋你最緊要就係將你過去讀書或者你嘅理想嚇達成啊嘛，係咪？即係你做工程㗎，希望成為一個專業工程師啦。你有冇聽過一個醫生佢係唔想考牌嘅？唔會噶嘛，但係醫生嘅希望想成為一個咧係專業註冊嘅醫生，係咪啊？嗱，仲有嗱，如果大家可以喺呢個階段咧停一停，諗一諗，由1去到10，究竟你自己覺得你有幾多嘅決心成為一個特許或者係特許工程師，或者一個咧香港嘅註冊工程師咧？1係代表最少，10係代表最高。咁你話唔係喎，我得2至3啫喎，唔緊要，我哋可以教到你或者培訓到你可以咧攞到9至10。你話唔係啊？我已經有9同10咯，我哋9同10仲好，9同10嘅話，其實你再推高啲，係咪啊？即係你9同10咁，其實仲有空間再上噶嘛，啱唔啱啊？但係個重要嘅地方就係你點樣有幾多決心啊？呢個好重要，決心或者係鬥志成為一個咧專業工程師。好，咁而家你要做啲乜嘢咧？好簡單嘅啫，你要諗下你自己有啲咩問題過去，或者有啲咩阻礙你係唔能夠成為一個專業工程師，或者繼續向前行，或者你每日都工作好忙，或者屋企嘅嘢好忙，但係我哋唔好忘記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首先你要有一個好嘅工作，有好嘅工作就先有一個好嘅專業地位啊嘛。係嘛？如果你冇專業地位，咁你同普通工程師冇分別，係嘛嘛？咁所以咧，你要揾清楚自己嘅問題喺邊度，或者你係有咩阻礙咗你啊？嗱，如果你有呢啲問題，或者你覺得有啲阻礙你，唔緊要，你揾我哋學校啊，你打個 WhatsApp 啊，一間睇到個 WhatsApp 咧，我哋學校咧就會教你點樣行，就算免費可以話俾你聽點做。我哋嘅目的係希望可以幫到你，幫到每一位嘅
工程嘅學生讀緊書嘅將近畢業嘅，或者出嚟做緊嘢嘅，做咗2、3年嘅，或者已經做咗5、6年，或者甚至乎有啲做咗15年、20年、25年都冇申請過工程師嗰啲咧，咁其實你係可以咧參加我學校嘅一個訓練課程。好嗱，咁我哋學點樣幫到你咧？第一時咧就係嗱，你首先咧要記得你喺有一個認可嘅工程學位咧。嗱，有陣時工程學位即係我哋所講嘅就係土木工程啊、電機工程啊、機械工程啊，或者甚至乎結構工程啊，或者其他嗰啲，甚至乎有陣時咧啲所謂理科嘅課程，好似物理啊，或者係一啲科學啊 chemical engineering 嗰啲都可以，但係到時咧你一定要睇清楚啦。你問我哋咧，我哋可以答你。咁仲有就係你如果係只有一個 bachelor degree， 而且係喺香港讀嘅，2015年開始讀嘅話咧，咁你就需要有個 master degree 啦。我哋喺個 seminar 會再詳細講俾你聽，暫時唔好講住，即係費事混亂咗你。如果你2015之前讀嘅，咁你就唔需要個 master degree 喺香港嚟講。如果你係一個海外嘅學歷，譬如英國嘅，咁你就無論你幾時讀得好咧，當然啦，你好早之前可能唔同啦。我諗係2012年前咧。咁你就唔需要攞個 master degree。2012年之後咧，你先讀你個課程或者畢業咧，你就要攞呢個 master degree 啦嚇，考呢個特許嘅工程師或者香港嘅註冊工程師。咁你需要有4至6年嘅工作經驗，其中2年咧係有一個比較有責任性嘅或者 senior 嘅一個 responsibility。咁同埋咧，你而家有咗呢幾樣之後咧，你其實需要咩咧？就需要有個教練啊，個 coach， 我就係你個 coach， 我哋學校就係你個 coach。咁我哋已經教過127個學生合格噶啦，咁你可以咧相信我哋絕對係，我哋好容易可以幫到你咧，係完成你個夢想。得唔得呢個 ？OK， 好再睇下，好嗱，咁好簡單啫。你而家做啲乜嘢咧？咁點樣可以幫到你成功咧？你只係攞起你個電話打 WhatsApp 65286900。嗱，我哋嚟緊喺2月份咧有個 seminar 啦，好快就要開噶啦。咁你想了解點樣可以成為一個特許工程師或者本港嘅專業工程師，你就可以 WhatsApp 俾我哋。我哋話俾你聽幾時開課啊？實際上應該喺2月中度咧，喺呢個農曆新年前我哋會開課啊。不論你想考唔想考，或者你有問題，你都可以參加我哋呢個講座。嗱，只要攞個電話。萬物始於行動，你首先要喐動先，唔理你有能力考冇能力考，我哋都可以咧教你點做法啊，或者分析嘅情況俾你聽下，或者你遇到個問題點樣樣啊。好啦，嗱，咁我哋嚟緊呢個課程咧就係會講啲乜嘢咧？啊，呢度好似有少少亂咗，係咪？我哋將呢個升高少少啊，得唔得？係得 OK， 好嗱。咁呢度咧有人想講呢個就係有2個嘅部分，一個部分咧就講考全世界通用嘅特許工程師，國際性認可嘅考。咁啊講乜嘢？教你點樣去選擇考邊個學會啦，有咩學歷要求啦，一啲經驗嘅要求啦，同埋嗰個 sponsor 你需要啲咩 sponsor 啊咁嚇，同埋咧以及咧係嗰個 report 或者 application 點做法。咁另外下邊再講咧就係關於咧就係你需要啲乜嘢嘅技能啦，咁你要寫個 report 咧，我哋學校都會教你寫個 report 啦。咁你哋嘅收費啊，即係我估你嗰個申請嘅費用啊咁之類啦嚇，同埋咧有咩優點係嘛？先解釋過嗰個 career benefit 好多年前呢個大概1978年我入行嘅時候咧1978年，咁我唔知喺邊度啦。1978年咧我開始讀呢個普通技術員文憑嘅時候咧，我從來都冇想過咧，有一日大概係1997年度咧，我人工咧係正如我心目中好細個想希望有嘅人工。人工係我咁多年來由我開始讀書嘅時候至到我入行咧，我都希望有啲人工。結果我只係用咗10年到嘅時間，1978年，咁我畢業1980年，再讀埋個學位1985年、84年、85年，跟住我用唔使大概10年嘅時間，就已經攞到個註冊工程師。
好，咁仲會講下啲所謂申請嘅時間啊，以及一啲咧係我哋學校俾你嘅一啲 mentor scheme 啊，不論你係喺香港嘅、國外嘅或者國內嘅工程師同學，我哋都可以幫到你。好，咁呢個第二部分我哋講下咧就係嗰個所謂香港嘅專業工程師啦。嗱，咁首先我哋睇一睇呢個先。呢個 RPE 咧其實咧就你首先要成為一個香港工程師學會嘅一個合格會員，咁1年之後咧先可以再申請咧係攞到呢個咧係註冊嘅專業工程師地位。咁我哋呢度會講咩咧？就係講關於喺呢個申請呢個香港 IE 啊呢個香港工程師學會嘅時候咧，一啲佢所講嘅一啲學會啦，各種唔同嘅所謂分會啊或者係分部咁上一樣嚇。咁佢亦都需要咩嘅學歷咧？我哋會講下，以及一啲香港嘅 experience。嗱，呢個係講緊香港 experience 啊。咁同埋香港嘅法例啊，以及標準啦，你要了解呢啲咁嘅法例嘅標準，咁你先至可以喺香港執行你工程師嘅工作㗎。啊，以及咧，我哋睇下咧一樣啦，個 sponsor 或者 proposer 嘅一啲你需要一啲咁嘅所謂 proposer 或者 seconder， 所謂幫助你嘅人係去證明你嘅工作經驗啊、學歷啊之類嘅嘢。咁咧，我哋再講下咧喺考香港工程師學會嘅時候有啲咩嘅專業嘅考核咧，咁同埋咧就係註冊啦。先解釋過啊嘛，你攞咗一個香港工程師學會嘅專業會員之後咧，咁你大概1年度咧就可以咧係登記咧成為一個咧係認可嘅專業註冊工程師。咁我亦都會講下呢個所謂 signing authority， 就講嗰個Washington Accord 個所謂咧華盛頓協議關於工程師嘅部分。咁呢個亦都同嗰個國際性嘅工程師學會有關，或者咧同個特許工程師 CNH 亦有關係㗎。咁 CPD 嘅 requirement 咧，常見有咩 CPD 嘅 requirement 咧？有啲所謂持續進修嘅要求咧，咁我都會講過。以及咧最後咧個 reciprocal 先講過就係你由考咗 RPE 之後，或者成為 RPE 之後，再轉翻做 CNH 點做法咧，我哋會講講呢部。嗱，咁成個 seminar 咧大概就會講咗呢個咁多20個 topic， 得唔得？20個 topic。咁我想講俾你聽就係我哋嚟緊喺呢個2月啊，今年2026年嘅2月14號，我哋就會講呢個咧 seminar，希望咧你能夠參加到，希望咧幫到你啊。嗱，咁我哋睇翻最後咧就係呢個位置。嗱，咁如果你想聽下呢個 seminar 係點樣考呢個香港嘅工程師學會嘅會員，或者成為呢個 RPE， 咁你喺香港工作當然最好係考翻 RPE 啦。但唔係，如果你想考一個國際性認可嘅專業工程師，亦都可以考呢個 CNH， 兩個亦都有互換。頭先有講過係嘛？咁所以你要參加我哋呢個咧，喺嚟緊2026年2月14號禮拜六夜晚7點半至8點半到啦，或者可能至到9點鐘，因為你有 Q&A 問嘅話咧，咁咧你就要send 個 WhatsApp 俾我哋學校啦。再提多次啊，睇清楚下，2026年2月14號禮拜六7點半至8點半或者9點到啦，加埋 Q&A， 咁咧你就可以揾翻個學校咧，打翻呢個 WhatsApp 啊，+85265286900揾我哋啲同事啦，同事登記咧，就係點樣可以上呢個 seminar。嗱，咁好多謝你係參加呢個呢個好短片啦嚇，咁希望咧能夠幫到你。我學校嘅精神咧就係培育一啲咧係未來咧對我哋社會有經驗、有專業知識嘅工程師。我哋老啦，年紀大啦，我哋需要啲新嘅工程師嚟到去繼續我哋嘅工程嘅使命。尤其是近代咧，好興呢啲咁嘅所謂 IT 啊、AI 啊、robotic 啊、laser 呢啲㗎嘛嚇。咁呢啲係啲新嘅工程師，或者係啲未來嗰個工程嘅行業嘅走勢啊。好，我覺得你停一停。如果你想參加呢個seminar 嘅話，或者你想問我哋嘅話咧，麻煩你打翻6286900，就講明咧你想參加呢個咧係喺2月14號禮拜六晚上7點半至8點半到嘅1個鐘頭到多少少嘅 seminar。好，我呢度停停，我係多得關，多謝你嚇，拜拜，謝謝。好，停一停啊，呢度。